对不起，不要再生我气了。哦，我现在好紧张哦，我已经好久没有穿高跟鞋跟大家碰面了。对，感觉瘦很多。对，哎，等一下。好，等一下。好。在走红毯的时候在想什么？刚刚在走红毯的时候，刚在走红毯的时候，就想着就不要脸僵掉，要好好的笑，对，然后怎么样笑才不会僵，对，连会不会跌倒都没有想到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出现在对公共场合，然后遇到。感觉现在蛮紧张的。对，真的蛮紧张的。但是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出来，所以就是那个等一下一出来就一个大挑战，就是我要上去串场。对，所以其实比那个，因为不能喊咖，就有2年没有在剧场表演了，所以那个我比较紧张。就是得不得奖还好，对。11耶，我等一下再问一下好不好用。那麦克风要低一点，不然。哦，对不起。好。12吧。所以我现在脚有点抽筋，因为有点久没穿高跟鞋。对，今天刻意是一个比较帅气的，因为这件衣服是我第一次入围的时候穿的衣服，然后那时候是那个麻醉风暴，我那时候跟大家一起走，我也是一样，就是里面穿内衣这样子，所以就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就觉得那就来一次好好的回归到初心，然后就把这衣服穿上。因为以后每次入围就把可以吗？你们会觉得没爆点吗？我们以后就可以拿旧照片来说，就是一直觉得，对，也不用再拍了嘛。没有啦，就是因为这件也是我第一次，我大概38000吧。那个时候买，38000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很贵耶。就是我买下去之后就没钱了，所以当然要多穿几次。也是算一个幸运户。希望他能够给我带来其他的幸运，不一定要得奖，可能就是今天能够遇到一个好导演，然后跟我讨论一个好的作品，就是在拍新的片也好。对。哇，好多人！对不起，我在跟你们讲是对不起，不要再生我气。为什么要道歉啊？现在几公斤？我现在应该42吧。你有特别为了今天瘦身吗？怎么可能？我要吃胖，瘦成这样，我胸部都没了。对啊，我接下来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增重了，对，就是把身体练好，然后好好的工作。总共瘦了几公斤？我觉得7、8公斤应该有。对，我不是故意。现在多轻啊？42左右。对。那么重吧？我不可能到3啊！不要闹了，快了。对，你今天的珠宝是什么牌子？对不起，我再讲一次。你今天讲的最多话就是我就说我很紧张。才要小心点，好不容易可爱。今天的珠宝，我刚刚很丑，表情不要拍。Harry Winston，对。那现在身体调养的怎么样？我觉得还需要再好好的休息一下，因为我今天有吃止痛药，所以我现在可能对讲话会有一点就是紧紧的，对，套脸带，对。那等下就是尽量能够好好的坐在那边啊，如果不能够做的话，就是舒缓一下这样子。那时候买这套衣服，那是看中什么？对，我的那个学校，我请了北艺大的服装老师帮我找，然后所以他帮我找到了这一套，就是最符合我的身形，因为就太瘦，所以就找不到。对，但我也很喜欢他的 cutting 跟剪裁，而且不觉得有种复古感。就现在哪有在流行有腰身的？今天穿很辣哎。真的吗？还好啦，就没啦。所以我去干嘛？我去做缩胸手术。就国外如果是那种就是入围总红毯，他们通常里面都不穿的，所以下一次入围有可能挑战就是看不到东西，真的看不到，真的。是增重之后。明年淑女不会，就单穿西装外套，不会穿。明年淑女我已经有赌谁会入围了，就你啊！明年